煮呢個臘味煲仔飯呢，由於冇其他材料咁多汁嘅，咁所以我哋煮嘅時候呢，就需要加多少少水，咁煮出嚟嗰個飯呢，就冇咁乾啦。跟住大家睇下點做。臘味煲仔飯材料有白米、水、油、臘腸、潤腸、臘肉、芥蘭、煲仔飯豉油。工具有單柄煲、瓦煲、火力恆溫板。煲滾水，落芥蘭飛水，然之後不起，跟住再落潤腸、臘腸同埋臘肉飛水，略略去除啲油分，然之後撈起瀝乾水，將火力恆溫板放喺爐上面，再放上瓦煲，喺瓦煲裏面搽一層薄油，開大火，加入已經洗乾淨嘅白米，落水，冚蓋用大火煮大約8至10分鐘到飯收水，然之後轉細火，快手加入剛才已經飛水嘅臘味，冚蓋煮大約13分鐘，熄火之後再焗13分鐘，最後加埋芥蘭。食嘅時候記得淋埋個煲仔飯豉油啊！臘味嘅油香滲晒入飯裏面，特別滋味啊！煲仔飯嘅時候呢，如果我哋想去乾爽啲，咁記得煲嘅時候盡量唔好用筷子攪佢，以免增加佢嗰個黏性。咁煲咗出嚟呢，就自然會乾爽噶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係煮呢個鹹魚肉餅煲仔飯嘅。咁大家可以喺醃肉嘅時候呢，加少少水落去，令到嗰個肉蒸熟咗之後呢，會有啲汁滲落去嗰個飯裏邊，令佢更加惹味。跟住落嚟睇下點做。鹹魚肉餅煲仔飯材料有白米、水、鹹魚、薑絲、豬絞肉、煲仔飯豉油。醃料有糖、鹽、粟粉、豉油、胡椒粉、水、生抽。工具有瓦煲、火力恆溫板。首先將豬絞肉加粟粉、糖、鹽、豉油、胡椒粉同埋3湯匙水，用筷子攪到起膠，醃15分鐘。將少少水倒喺平碟上面，放上醃好嘅豬絞肉，然之後壓平，咁樣一陣間就可以好快咁將啲肉餅放到去瓦煲裏面。將火力恆溫板放喺爐上面，再放上瓦煲，然之後喺瓦煲裏面搽上一層薄油，開大火，加入已經洗乾淨嘅白米，落水，冚蓋用大火煮10至13分鐘到飯收水，然之後轉細火，加入肉餅、鹹魚同埋薑絲，冚蓋煮13分鐘，熄火之後再焗10分鐘就可以㗎喇。食嘅時候記住撈埋煲仔飯豉油啊！煲仔飯熱辣辣，一開蓋就已經聞到好香嘅鹹魚味啦！煲仔飯嘅時候呢，我哋加少少油喺個煲底嗰度呢，咁樣就會令個煲冇咁容易黐底，同埋做個飯焦出嚟個效果呢就會靚啲嘅。跟住呢，我哋係做呢個豉椒排骨煲仔飯嘅。咁我加咗少少辣椒落去嗰個飯嗰度，等佢更加惹味啦。如果大家唔食得辣嘅，可以唔落都得噶噃。大家睇下點做。豉椒排骨煲仔飯材料有米、水、腩排、紅尖椒、葱粒、煲仔飯豉油。醃料有鹽、糖、粟粉、豉油、紹酒、豆豉、蒜蓉、生油。工具有瓦煲、火力恆溫板。將已經洗乾淨嘅腩排加入鹽、糖、粟粉、豉油、紹酒、豆豉同埋蒜蓉撈匀，跟住再加生油同埋紅椒絲撈匀。將火力恆溫板放喺爐上面，再放上瓦煲，然之後喺瓦煲裏面搽上一層薄油，加入已經洗乾淨嘅白米同埋水，
冚蓋用大火煮大約8至10分鐘到飯收水，然之後轉細火，加入腩排，冚蓋煮大約13分鐘就可以熄火，跟住再焗13分鐘，最後揼埋葱粒。記住食嘅時候要撈埋煲仔飯豉油啊！成日喺街度食到嘅豉椒排骨煲仔飯，原來自己喺屋企整一啲都唔難㗎。市面上咧好多現成嘅煲仔飯豉油嘅，但係其實我哋自己煮咧都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將嗰啲水煲滾咗，跟住落埋糖，煮溶咗，再落老抽同豉油，一滾起攤凍就搞掂㗎啦。但係記得煮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用大火喎，如果唔係煮燶咗啲豉油咧就會苦嘅喎。最後咧，我哋係做呢個北菇滑雞煲仔飯嘅。咁如果大家想啲雞滑啲咧，咁我哋可以喺落調味品之前咧，落一啲蛋白同埋豆粉醃一陣先，咁做出嚟嘅效果咧就會好好多嘅。北菇滑雞煲仔飯材料有白米、水、油、雞件、冬菇、薑絲、蛋白、粟粉、鹽、糖、紹酒、豉油、麻油、煲仔飯豉油。工具有瓦煲、火力恆溫板。雞件加蛋白、粟粉攪勻之後，放入雪櫃雪20分鐘，然之後攞出嚟加半份薑絲、豉油、鹽、糖、紹酒撈勻，最後加埋麻油同埋冬菇攪勻，最少醃1個鐘。將火力恆溫板放喺爐上面，再放上瓦煲，然之後喺瓦煲裏面搽一層薄油，開大火，加入已經洗乾淨嘅白米。落水，冚蓋用大火煮大約8至10分鐘到飯收水，然之後轉細火，加雞件同埋剩低嘅薑絲，冚蓋煮大約13分鐘，熄火之後再焗17分鐘。食嘅時候記住加埋煲仔飯豉油啊！煲仔飯裏邊嘅雞肉好入味，一啲都唔鹹啊！我哋用呢個瓦煲嚟煲食物呢，記得煲完之後呢，唔好即刻將佢放喺一啲濕或者係凍嘅台面上高嘅，因為嗰個冷熱溫差呢就好容易令個煲爆裂。咁如果係要隔熱嘅，最好將佢放喺一個隔熱墊上高啦。睇完 Edmond 嘅示範，係咪今晚都想煲一煲煲仔飯呢？煮煲仔飯，首先當然要準備個瓦煲啦。要注意買任何嘅瓦煲都要揀表面平滑，見到有裂紋當然就唔好揀啦。另外仲可以敲一敲個煲身，如果聽到清脆嘅聲音就代表係靚煲，如果聲音比較啞嘅話，表示煲裏面可能藏有裂縫。最後睇埋啲煲同埋工具喺邊度買先。Video Next 私家廚房。